一齊擠啦。哇！哇！腰筋，哇！腰筋，哇！聽聞羅湖區有間新開嘅火鍋店平日嘅時段都逼爆香港人㗎。話唔使200蚊呢就可以食到多款新鮮嘅海鮮，所以呢，我哋就趁聖誕假之後呢，北上嚟實測一下啦。而間火鍋店呢，就正開喺上年10月中喺羅湖嗰間茂業天地商場裏邊啊。想了解多啲呢，就千祈唔好行開，繼續收睇我哋嘅頻道美魔女遊天下啦！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拍片嘅動力啊！非常之簡單啊！大家喺羅湖關口一出，向住香格里拉酒店嘅方向一直行。而如果唔想曬嘅話呢，亦好似我哋咁，經美食街一路直行。一直行到尾之後呢，就穿過2條樓梯之間嗰個隧道，穿過去呢，就會直達香格里拉酒店㗎喇。上咗地面轉左手邊，經建設路再一直行。遠望嗰間呢，就係茂業天地商場啦。佢正直呢，就喺香格里拉酒店嘅對面啊。由羅湖火車站行過嚟呢，大概預返10分鐘左右啊。而火鍋店呢，就喺4樓嘅，我哋就慢慢經扶手電梯上去啦。終於嚟到今日要實測嘅火鍋店啊，叫做撈絲滿海鮮集市火鍋。我攞位先啊！係啊！哦，裏邊找位啊，自己找位得噶啦。間鋪呢全藍白嘅設計，而當日近12點已經好多人咯。而全店呢都好大噶，總共有168張台。而我哋呢就唔想同人逼，所以呢就揀咗入門口右手邊嘅餐台坐。台同台之間呢都有啲距離啊，坐得都舒服。而喜歡自然光嘅老友記呢，亦可以揀另一邊㗎。圍住座位兩邊全部都係落地玻璃，非常之明亮啊。而間店鋪呢係用隱藏式嘅電磁爐啊。而每一張台呢，隔籬都會放咗個茶几，而茶几上呢都會提供咗一個骨兜啦，同埋一壺水愛嚟加湯嘅。至於食物嘅價錢呢，佢係以唔同顏色嘅碟嚟計算㗎。上面呢就係原價嘅價錢，而下邊呢就係68折後嘅價錢啦。而最平呢就係綠色碟3個4，而最貴呢就係金色碟80個2毫4啊。連湯底醬料呢都有68折㗎。而當日個職員話呢，全台只要其中一個人喺微信關注佢嘅店鋪呢，成為會員之後呢，全單都會有68折㗎。好，到落單啦，大家揾咗位之後呢，第一樣就先掃台上面嘅曲，叫咗個鍋底先。依樹有10款嘅鍋底呢，可以俾食客選擇。而如果食客呢帶咗小朋友嚟食嘅話呢，而小童高度喺1米至1.3米之間，有4款嘅免費鍋底可以揀嘅。咁咧，我哋叫咗3個鍋底嘅，咁就分別係番茄啦，亦都有個咧菇嘅菌類啦，係啦，亦都有個嘅香醋嘅呢個嘅適合海鮮嘅一個。跟住呢，梗係出自助區揀自己中意嘅食物啦。先從近門口嘅牛檔嗰度開始睇啊！呢處有原切嘅牛肉啦，高蓋嘅羊肉，亦有清遠雞肉，同埋啲鮮牛肉丸添。
跟住呢邊呢，仲有希靈魚、三文魚、唔同種類嘅生果同埋酸奶啊。而跟住呢邊呢，仲有劈好晒嘅鵝腸、鳳爪、魷魚、蚌、墨魚仔同埋魚片啊。價錢600折之後呢，係15個9毫8啊。終於要揀大家至愛嘅海鮮啦！呢處有全場最貴金碟嘅小青龍啊，亦有跳跳紮嘅羅氏蝦、櫻花蝦、黑鬼蝦、大閘蟹、膏蟹等等。呢度一律折咗之後都係30蚊咋。揀咗隻小青龍之後呢，記得俾員工幫你清洗同埋切開啊！而喜歡貝類嘅朋友呢，呢處都好多選擇㗎。哇！啲生蠔好大隻喎，攞返碟返去試下先。啲綠頭包睇落都唔錯喎，佢600折之後每一碟都係10蚊。我哋快啲攞返碟俾個員工清洗、拆殼之後就返去打邊爐啊！跟住呢啲呢，就係打邊爐必有嘅配料，有丸啦、午餐肉、豬蠔、魚肉等等。而呢邊啊，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菇啦、油條啦、手工麵啦，同埋蔬菜啊。而正正喺海鮮區嘅對面呢，就放咗啲唔凍嘅飲品啊！哇！呢啲啱晒我啦。而佢每一款嘅飲品呢，都清清楚楚列出晒成本價啦、原價啦、600折後嘅價錢啦，同埋毛利率啊。而再行前少少呢，都有一個大嘅凍櫃，裏邊呢提供咗啲各式各樣嘅飲品啊。有罐裝，有支裝，亦有啤酒。再行前少少呢，就係醬油區啦。呢處兩邊都有㗎，令到啲食客呢攞醬油嗰陣時呢冇咁擠迫。而呢處呢係要自取餐具嘅，而所有嘅餐具呢都喺醬油區裏邊攞㗎。而火鍋店都好窩心啊，有圍裙啦、手套啦，俾食客任攞㗎。而近門口嘅位置啊，設有2處嘅洗手嘅地方添。我哋呢覺得最好味嘅就係羅氏蝦啦，有手掌咁大隻，仲有好多膏添。而鮑魚呢，呢度有6頭鮑同埋4頭鮑，食落都爽口嘅。不過呢，就有啲沙咯，唔知係咪洗得唔乾淨。而生蠔呢都好新鮮啊，口感亦唔錯。至於隻小青龍呢，就味道一般啦，折咗之後呢都要80零蚊，值唔值即係見仁見智啦。而牛肉呢都係一般啦，而生牛肉丸呢都還可以嘅。冇諗到打完邊爐都會有甜品食㗎。近門口嘅位置呢，放咗部軟雪糕機，大家記得臨走呢食返杯軟雪糕啊，係免費㗎。最後呢，記得叫員工過嚟計數埋單啊！同埋記得要做會員啊，做會員先有600折㗎。我哋當日呢600折之後呢，平均每人食咗148蚊，哇！真係200蚊都唔使喎。喜歡嘅話，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將條片分享俾其他朋友啊！而仍未訂閱嘅話，就快啲嚟訂閱美魔女遊天下啦！拜拜。